今次浮海探索尋覓三星堆金沙沉浸式考古 VR 特展係一個全新嘅展覽體驗。雖然展覽都有唔同嘅展品展出，亦都會介紹翻三星堆同埋金沙嘅文物發掘過程同埋歷史等等。不過最重點嘅一定係尋覓三星堆 VR 體驗啦。呢一個體驗呢係今次特展嘅最大賣點，整個體驗大約為25分鐘，頭22分鐘會係一個導覽形式嘅解說，會有導賞員帶你穿梭到虛擬世界嘅三星堆，觀看三星堆嘅實景，仲會深入博物館同埋遺址，超近距離咁樣見證考古學家發掘文物。喺睇片期間，參加者呢直頭可以喺預設嘅範圍入邊走動，仿佛真係親身咁樣到訪現場一樣。而最後嘅3分鐘呢，更加會有唔同嘅展品出現，參加者可以直接親手觸摸展品，360度旋轉去觀賞你想睇嘅地方，整個感覺呢同平時睇展覽係截然不同嘅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地方呢都盡量用科技建立互動裝置，其中第5張生生不息入邊，展示區呢都用咗5個熒幕去形成洞穴狀，令到觀眾可以有更加身臨其境嘅感覺。今次展覽更加專登由三星堆博物館將一啲限定紀念品搬到嚟香港添。雖然展覽就唔算好大，不過如果係對古蜀文化有興趣嘅朋友，都唔好錯過呢一個特別嘅體驗啊！